伫咧社会当中，有真侪囡仔因的成长过程是无爸爸妈妈甲因斗相共的，着民间团体发起陪读计划，透过这课后的辅导甲陪伴，互囡仔伫健康的环境会当安心大汉。就11岁那一年的时候看过一次，然后就没有再看到了。妈妈是在9岁那一年才看过一次，然后就没有再来了。影片内底阿林爸母离婚了后，甲姑婆阿伯相依为命，靠家庭代工欠长内度过日。基督教救助协会发起陪读计划已经18档，希望透过课后的辅导陪伴像阿林安尼的囡仔大汉，让这些孩子真的不需要天天过着下雨天，而能够真的得到午安晴天。协会伫110学年顶学期帮助2000多个学生，内底超过一半的囡仔，毋是伫乡亲的照顾之下大汉，嘛有一半以上经济状况无好，嘛无摕到政府的补助。这摆协会邀请演员王晶担任代言人，鼓励这的囡仔勇敢面对挑战。然后我觉得，可能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，一定都会遇到不同的挑战，甚至在过程中可能也有一些苦难。可是我觉得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忘记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暴雨之后一定会有的晴天。然后在这个社会之中，有一群非常非常强大的力量，会支持大家一起成长。王晶伫记者会最后送一台消防车的模型给阿林，鼓励阿林勇敢对梦，完成做消防员的梦想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